讲到中科研究片基地昨这片火药社会作业的时阵，说是熊熊大火起来，这一大火温度会当冲到3000度遐悬，造成4名作业人员严重受烫伤。总统蔡英文今下晡呢，也亲身落南去到高雄，到病院看一寡受伤人员，也强调讲国家会担起所有的照顾责任。临时行政甲行程落南去高雄国军病院，总统蔡英文去探视前一天中科研究片基地，因为推荐抢火药爆炸受伤的4个人，希望他们都能够康复。我也告诉家属，他们要坚强。那只要家属坚强，我们的病患者他们也会坚强。我也告诉他们，在后续国家会负责所有的照顾，请他们不用担心。蔡总统甲家属保证，国家一定会尽全力照顾受伤的人员，因为因是要甲组合推进这停村的火药销毁的时阵，唔知影是安怎熊熊爆炸，瞬间产生要摄氏3000度的高温，这个温度超过风炎纱风雨的能力，造成一个姓张的技师甲姓陈的技师，还佫有姓洪的中校。规分数有40%至95%的面积，是2度至3度受着伤，目前拢还在观察。中科院嘛成立调查小组，要来厘清代志发生的原因。特别也对家属表达12万分的这个歉意。他认为是为国家做事为国家受伤，国家就应该全力的照顾他们。中科院这几年来，因为海空战力提升，特别预算通过之后我们的任务确实是比以前增加了好几倍，不幸发生这个意外，我们感到非常难过。这已经是2礼拜来，咱国第2大军事重地发生重大意外。进前是7月24日，陆军陆军团基隆上丰营区发生迫炮爆炸，造成2个官兵重伤，7个轻伤。即马救片基地佫一个传出事故，立委江启臣铺文呼吁各方部应该彻底检讨，而且强化部队人员安全的意识，确保落实规范，唔通让营区的安全佫一个出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